正请驾到，快快有请。是有请。王英雄，请。儿郎，快来拜见伯父伯母。拜见伯父伯母。侄儿怕了，这是我侄儿不文玉。侄儿快来见过王爷伯伯母和王师兄。拜见王爷伯伯母。侄儿怕了，王师兄。顾师兄。新着那李年兄不日用情，我将前来走，请他赐我一拜。不管言语一拜。王爷兄，闻得现在才高玉皇已要万老爷子得着寿联一副，不知肯用否？我儿才疏有钱，岂敢放肆？爷兄请发退洽。儿郎，历年保要你写一副寿联，你可为谢？弟弟与顾师兄在旁，孩儿怎敢出去？王师兄不必客套，快快写吧。是小弟写丑了，来，在别莫事儿。是你把情况待我快来。负责用你写成才，穷先先手做铁官妙啊！不管他老皮好是龙平生，专凭御史不翻身，不算是在马上见世上上，我将须应配归啊！王爷兄，现在今年几岁了？小儿今年18岁，不知娶了哪家千金？尚未婚配。哦，地有一言难以启齿。叶兄，你我私语之交，不妨出言相告。小弟年近88，只生一女，今年18岁，尚未续子，亦要配与琳琅为妻，不知年兄意下是何？像我家的亲兵文武元素，怎敢高攀呐？年兄踏前了，遇到家女之女婿，琳琅家些也，年兄请发退洽。启蒙年兄弟，小弟官不从命，至于聘进门。哦，就以此得力为聘，年兄你看可好？此小弟高攀了儿郎，快来拜见岳母岳母。拜见岳父岳母。也许怕了。侄儿，侄儿，快来见过你表妹茶。表妹茶，
请去兄，请。姑爹姑妈，晓得家有要事，先请告退了。既然家有要事，回家去吧。是，我有心这话话不放，他负心插柳，柳成荫。送去兄，两位亲家，来当备的酒宴，请延续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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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李秀英，莫非就是那李上司的千金？真是！哎呀，公子啊，别的事老身可以说法，这件事实在是有点为难。啊，只要你想一办法拆散他们夫妻，我赏你问银20两。要是表妹到我手中，我限你问银50两。公子啊，办法倒是有个，只是我在李府常来常往，要是被他家老爷夫人知道，这将是不是好啊？哎，这件事只有你我知道，哎，我有哪一个知道啊？哎呦，谁要生不知，此非己不为。公子啊，要是闯下后来，老身可担当不起啊！闯下后来，与我担当。你，等我想来。公子来。哎，公子。啊，我这里有问银20两，你先拿去。私人之儿这些50两。多谢公子。
咦。这是什么？原来是一封书信，我问与表兄请查。有错，想着郭文玉乃是他的表兄，这封书信怎会落在这里？表兄请查，其中定有原因，待我稍把仔细一看。问与表兄是何？是有青梅竹马兄妹情深几句，与争取一笔深情长义心头。这盘月老姊妹恩爱共见不寿，那了是非深远一面另配乱走。我是家道亡命，岂可将心忘去？要做一次表母心机，女乱是你情意难对，少分钟为自己们有为门举手，历史就应连胜不败，连胜不败。好情，我知道他兵器。说下情，你叫啥理上是王位长书上家家，王门前可有名声，我领神君自我几次唐说，怎能成？与他去争吵着出名传扬，
禀告的娘乡。不可啊！一空伤了的娘心。
墙上下心啊意。这个小欧女好像是新兴凤梨的丞相嘛，丞相，丞相哎！谢过老夫人，上座。谢老夫人。丞相啊，老夫人倒有话要问问我。老夫人，你要问我什么？跟那个小家的姑娘啊，好吧？小姐的姑爷嘛，当然是好的。哎呦，好个！那么姑娘的小家呢？姑爷的小姐嘛。那，这个小欧女讲哎，我阴阳怪气的，吞吞吐吐了，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啦？老夫人，不是我丞相搬弄是非，是姑爷的小姐，可说不上好呢。啊，说不上好，这是为啥啦？自从成婚以来，姑爷还没有上过楼呢。这亲事讲起来，一拉小两夫妻还没动过黄龙。哎呀，阿玲，侬真是混子的头子！丞相啊，那么侬啊，帮我去喊伊出来哦。哎呀，老夫人，失望你不可不赶去。搿侬为啥不去啦？老夫人，你不知道，刚才我到书房去请姑爷上楼，我还没有说几句话，他就骂起来了。啊，骂侬啊！要是我再去请他，说不定他还要打我呢。那，这个小车上变得介凶动车啊！搿倒好个，搿么让我自家去喊伊哦。阿玲，孩儿拜见母亲，上座。谢母亲。阿玲啊，做娘的倒有话要问问侬。母亲何事？侬辣书房里做啥啦？孩儿在书房读书。哎哟，读书搿倒还要紧的啦。那读书嘛，日里读，搿夜里读啥个事啦？去啊，新房里去。母亲，孩儿不去。侬为啥不去啦？孩儿此时要在书房读书。哦哟，读书，一读会侬个头啦！去，新房里去。不去。那，侬是真的不去，还是假的不去啦？不去就是不去。这个小车上倒是真的不去哦。丞相啊，侬把我拖上去。谁滚？侬辣辣娘的面前还介凶啊？到底是侬凶还是我凶？丞相，老夫人看看，侬动手，侬把我拖上去。母亲。小姐，老夫人姑爷上来了。伯伯，官人请上楼来。媳妇拜见伯伯。哦哟，媳妇都娘快起来！官人。阿玲啊，媳妇都娘多少有道理了，快去还个礼啊！哦，哎呦，媳妇都娘，那个阿玲啦是个死多头啦，不懂道理的。看在阿婆面上不必动气，夜里早些回过阿婆啊要下去再哦。媳妇送哦哟，不要送我！来，侬做啥？孩儿送母亲。哎呀，不要侬送的，侬帮我去热到。这个小车上跑得比我还要快哦。让我关好个门。母亲，关门可不要下锁。嘿嘿嘿，小车上到底
提醒我噻。侬不要叫我啰嗦啊，我偏要啰嗦。今朝夜到，小两夫妻为何么都来？老太婆啊，也要去困觉噻。母亲，娘，娘辛苦子儿辛苦，儿要夜里难成句。此事一旦传扬开，李王两家都进去。是今是弟弟一到京城去，夫人做子难测度。我虽有千般委屈相随，素言自语，万般冤家心里。过来。文书啊，是。其父少，小子也生记得多。为人家鸳鸯几句心欢喜，母若令娶妻不正锁门啊的，他家中正经一忙碌，面对前生去生气，老子上前将他问，何必他如此的要金要爱不理他。
啊
夫人，来哉！王兄啊，有啥个事体啦？李姓伯伯来府求见。哦，我叫你进来。李姓伯伯夫人面进来。千古夫人，上在李姓阿姨啥个事体啦？奉我家夫人之命送来书信一封。哎哟，有信来在，搿得好个！哎呀，王兄啊，快别李国家到里下去歇歇啊！哎，快去快去快去！哦哟，丞相，快去小家下来！阿玲啊，快跑出来！哦哟，拜见伯伯。媳妇大娘，那娘有信来了，不晓得有啥个事体，弄到拆开来看看。伯伯，事情里该请官人察看。哦哟，到底是上师傅的千金，清清楚楚才懂道理的啦。阿玲啊，岳母有信来了，弄到拆开来看看。母亲，孩儿不要看啊。不要看，搿做娘的不懂得自己念书，弄到了娘的面前摆起架子来噻，侬不要算这我就媳妇大娘看过。媳妇大娘，阿玲不识抬举，还是侬自家管好了，有啥个事体告诉我阿婆。是。伯伯，母亲来信撇负他是说今日乃是媳妇满月之际，我母亲要我与官人一同前去迎娶。哦哟，老太婆倒是忘记在，搿都好个。阿玲啊，媳妇大娘，那赶快整顿营帐，出轿子马上动手。孩儿不去。那，侬为啥不去啦？孩儿心中没有孙子，丞相到王中把丞相孙拿来。是。哦哟，到死人搿搭孙子还要紧个啦。伯伯，喏，孙子来哉，斗气啊！孙子虽好，可惜骨子太轻。来，刚看到我出上来，那，刚好搿把孙子把侬拆得来把我分散了呢。侬不去啊？侬不去，我叫媳妇大娘一个人去的。媳妇大娘，搿阿玲不去，还是侬自家去好了哦。伯伯，既是官人不去，媳妇我也不去了。媳妇大娘，侬搿趟不回去，那娘要不放心哦。与阿婆做主，请过来了娘过几个半年再回来。伯伯，那，搿屋里有侬当高东在啊？完了，你们这动作子嘞，侬不要叫媳妇大娘回去啊！我非要叫你回去。媳妇大娘，伯伯，是啊，是啊。啊，一妻子，这件事为做娘家分明有要在先，这。
上春香配对。是。所以，母亲，你回来了。啊，宋香，快宋香。孩儿，你今日回得家来，为娘心中十分高兴。我已陪得举宴，你我母女同饮几杯。是。要问夫人，宽酒上来。是宽酒上来。莫非是为娘被家长脸烧，害我儿脸上烧光彩。母亲啊，女儿家中莫问红前，四邻八舍前再美。莫非是为娘没有来望你？从今我三生五世为娘一亲事请知道不必。何必了？孩儿，应句。莫非是夫妻之间
小姐面容是此孝顺啊，想必是小姐初到王家，饮食不便，起居不乖的缘故。饮食不便，起居不乖嘛。母亲，孩啦，你此番回来就在娘边独自几日，与为娘照料好好养息身体。今年就与为娘同榻，我还要与你谈谈家常呢。夫人，夫人，我母家故意之命送来书信一封，要小姐亲自查看。孩啦，想你刚到娘家，也许怎么就有书信来了？母亲，有女儿查书观看。孩啦，你今日回得家来，多罪几月，少罪8月，哪有谁叫委屈之理？母亲，哦，爹娘写信一封，叫叶氏进来一起同治，就是了。母亲，既是官人来信，想家中应有要事，你今日放女儿回去，女儿该日再来侍奉娘亲。孩啦，想你嫁到王家只有1月，难道只有婆家就没与我娘家了吗？娘。他在家我等，我父亲同在送堂的从我承他的心。难得为转娘家来，多是几声过娘亲，一声家女儿为着娘家自己愿，去因呀你自上35日总该应，母亲为娘过几生。我亲自送儿转家。
回家就当做委屈的道理。要是被旁人知道，我当女儿的不孝，要怪为娘的不好。母亲。女儿委屈，如何表女生女儿一笑你？怎么？为娘我累你一笑多累不知吗？女儿实是情深不悔，只恐夫妻失和。累你一笑，就要害你夫妻失和吗？母亲，事实上来，你一定要委屈我。倘是为娘，今日便死在床上。母亲，难道你蛮要委屈不成吗？母亲，
你
得我出生啊！我吕弟面子不容，叫侬同媳妇大娘一道为娘过去，侬不去。侬不去嘛算了，伊回去了，侬又写信叫伊回来，伊回来了，侬又不肯上路，你到底是为了啥啊？站着，离了不许动。丞相，老夫人，丞相啊，快去回禀小姐，是故意上来来了。是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老夫人姑爷上来了。婆婆，官臣请上来。婆婆，媳妇大娘，快起来！今朝路上辛苦动身，夜里早些困觉，阿婆也要回去再啊。媳妇送婆婆。哦哟，不要送我，侬帮我去坐多。呀，我怪好个美。那，这个丞相，搿吃个不了得里向做啥啦？丞相，来。老夫人，丞相啊，侬辣得里向做啥啦？我要服侍小姐。服侍小姐。丞相啊，上次姑爷上楼的辰光，侬也辣得里向噶？丞相啊，搿小姐们与姑爷服侍呀，搿侬们到小房间里去困觉去呀！哎呀！哦哟，我到伊拉小两夫妻为啥不和睦？搿原来毛病都出在丞相的头上了，呀，我管好个命。老好说，唉，阿玲啊阿玲，做爷娘们辛辛苦苦为侬讨房媳妇，总指望那小两夫妻们恩恩爱爱，和和睦睦。这一年嘛，不老太婆生个儿子，老太婆是抛弃生子，这个对呀，一对到长家头，跟人家陈过老太太看见在，哦哟，王老夫人啊，侬身上抱的是啥人了？喏，是我阿玲个儿子老太婆的孙子了。哦哟，王老夫人啊，侬孙子团团圆圆，别中长远。老太婆听了，可是多少个开心啦！那，搿侬家都不出生啊？侬儿子不生咩？搿囡啊，好不过养个呀！老太婆是抛弃男噻，啥个昂一昂到下家头，搿人家又看见噻。哦哟，王老夫人啊，侬身上抱的是啥人了？喏，是我阿玲的老太婆的男性啦！哦哟，王老夫人啊，侬真好福气哦！先开课，后节子来年头讨孙子。哦哟，老太婆可是想开心，哎哟，可是又想又开心啦！哎呦！哦哟，我是
上婚个头啦。那，伊拉小两夫妻还没好么？哪里来个性子宝？哎，喊我早讲，早点下去困觉。哦哟。哎呦哎呦！情深，像他转水性杨花雨，雨雾灭回到我家门。今夜最深泪淋我。
平教训。
像眼中的，像他这种负心怀，我还有什么夫妻的情？我不愿将死无情。他三思不离，可是伯母，他对我总是不错。在冤家，他不愿不顾，竟将我当作臣身。想今生那是我满月之际，立个为尊娘家母女断句。谁知道这冤家，他不知道按下了什么心机，他要我冤家而去，冤家而归，害得我母女痛苦。冤家呀冤家，世界上哪有你这样不通心理草，他既这样对待我，我生病在冤家，他懂一笑。万事
家到王家，小人共我进错丈夫。想今夜天是万人，我若不与他开业，他为旁生之孝，定要被我秀英另一不走，还要归我父母养育不教。爹娘啊，爹娘，你叫女儿伺候伺候娘啊。说到是一将女儿终身娶，是郎才女貌寄来安家。是牛铃这也好，他那也好；是牛铃貌也好，他这也好。我是看不应生心欢笑，谈这帮同胞化作早日呀到，谁知道啊？进了王家是颠倒，夫妻是头情义少。我是出娘胎18载，这样的苦子我是受不了。啊天哪，还是我爹娘错配婚，还是我秀英命不好。
秀英，醒来，醒来，醒来！官人，我来问你，这件衣衫可是你替我给的？是我给的，给得好，上来与我。哎呦，哎呀，先生，你好好的说出你将女人衣衫交给，要害我的是功名，不记得呀。是老夫人亲自写的，因我不见我家小姐，小姐刚睡着。小姐白天睡觉，莫非生日不上？哎呀，雀龟姐姐，雷声爸爸呀！是我小姐家到王家，拜姑爷设夜令说，昨天晚上你被他斗打了一顿，你们赶快回去禀明夫人，倘若夫人之累，只怕小姐性命难保。哎呀，雷星爸爸既有这等事来，你我还是赶速回去禀明夫人知道。丞相，你要当心小姐。是，我们走。曹操就到出街，请家母啊！不知请家母驾到御史院迎王亲死在，不必客气。请家母啊，今朝是啥个风帮侬采来的？我来看看我家女儿。哦，侬请坐，侬请坐啊！丞相，快去小家下来。谢五姑娘，拜见婆婆。谢五姑娘，那娘来了，快去接过哦。哦，女儿拜见母亲。哎呀，怕了。为何不见也许？哦，哎，娘过去还是哦。阿玲，母亲，阿玲啊，那岳母来了，快去接过。拜见爸母。小畜生，我女许配于你，难道你是岳母问他，谁当不起？好一位上司夫人，出口上身，故中有其母，必有其女。
我女嫁到王家，与何事所处？你要还我一个道理。还你道理不能，你去问那前生司机。你竟敢在我的面前骂他，非但要骂，当也无妨。两眼不管，女孩，你过来。父亲，我给我出手！秀英，父亲，是你家到王家，随王女领事此的领受，今日为娘亲眼看见，好叫为娘痛心啊！父亲，孩儿，你再为娘回家去吧。父亲，女儿说是才娘委屈，她没相令之下，你叫女儿儿子何做人？既然如此，为娘我死于道理。丞相，夫人，你要好好我是小金丝，当教为夫。大伯，父亲呀，大伯，父亲，亲大伯，父亲。哎呀，全部都爷，孩儿，你不愿随娘委屈，为何又回敌不起？女儿归宿。孩儿，待娘许誓一封，叫你弟弟回来与这个畜生命离。父亲，你好好随敬为官，你千万不要惊动于他。为娘我死于道理。母亲，孩儿，母亲，亲家母啊，母亲，亲家母。干活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我个为人哥要杀他罪了。
一问人家弄得来七点八到，李大人到。请大公来在，这桩事情要弄透在，出去。到11月银房请私财，不必客套。请大公啊，请坐。坐。请大公啊，到来何事啊？唤我女儿出来。哦，哎，侬首先啊，丞相，快请小家伙来。许五度娘。拜见伯伯。许五度娘，那爹来了，快去接过。哦。女儿拜见弟弟。女儿罢了。因我不见言许。下边来了4帮都是，娘过去还是哦。阿丽啊，那岳母来了，那岳母可不必的岳母，快去见过道理。孩儿自有道理。道理，侬有介许多个道理么样，不要叫娘生气噻。拜见伯父。可曾伯父，你是何人？王玉林。好一个王玉林！当初正因我爱你才貌，才将女儿许配于你。出家之时被家长8人3000两，2言300语，10里红枣，还要替你王恶寻草。这样后退于你，难道你一生岳母都叫不得吗？此乃区区小事，为官之人，实实之话，岂非好想？我女儿有何事做错？你需要为我一个道理。为你道理不难，先把女儿带回家去。带女回家？难道我会养她不过老吗？别说是养她过老，就是另加他身，我王玉林绝不提。不呀！你与我写休书过来，去干什么？慢慢讲，猪娘我还没看5道多快，亲家公啊，想我女儿。乃是上诉前去，岂用你要去就去，要退就退，今日万请道理便罢，稍晚不请道理，呵呵，我岂肯与你共休？你死去困来。过来！小姑娘，老先生，你记住这上风爬索之事，你为官之人，可知善终死的？只有不知之理。在家，从府，出家，从府。吃鱼来，侬不过去说多。那，
西湖头娘是从家到王家，是遇规矩，遇到于理，据说是以啥个事体做错，怕这个王家，去这个王家，人不这种当，一人不这种杀。弟弟呀，弟弟呀，小秀英是从家到王家，谁见王月玲是此的灵兽，指望弟弟回来能替女儿伸冤结仇。谁知弟弟你开口谁骂，举剑谁杀，女儿不知以后事做错，还让弟弟死个命怕，女儿我就是死。小头女也要死得瞑目。媳妇姑娘，这个是啥个东西啦？哎呀，伯伯，这是一封情诗啊！情诗给阿姨的下过，谁不冤枉啊？老夫人，李小小姐正为写此事情。哎呀，这哪能办呢？老夫人，是真是假，可以对过对证。哎，对，好得别这个，丞相快去个别模子上来哦。媳妇姑娘，好得别这个哦，亲家公啊，好得别这个，好得别这个。老天保佑，别见啥个，发动，发动，发动！罗他不看看是发动过，亲家公啊，你来看看哦。媳妇姑娘，月玲，我看这笔迹不同，你是上了人家，全跑了。这情书是假，难道这婢女尊是假的？婢女不尊成尊老爷，难道是你在传真引线？哎呦，老爷冤枉啊！丞相啊，你对此方同案有说案，我搞出来，与老夫人去弄带的。是，哎呀，老爷娘，错过那天，我明明看见婢女尊放在小姐的书中案内，我也不知道这只牛转怎么会落在姑爷手中的。哎，阿玲啊，这只婢女尊侬是从啥地方来的啦？那天花烛之夜，还要在王门口拾得的。花烛之夜嘛，只有丞相同我。哎，还有老夫人，万一生妹不？来呀，对我这那神妹不到来，不得有误。结果到了呀。神妹不？你可审视这封书信我这字要转。老身不知情，不知情。我问你审视不审视，并非问你知情不知情。这只婢女装是你家小姐的，这封情书。哦，这封信我不认识，不认识。好一个大胆神妹夫！这明明是一封平常的书信，你事后一见就知道它是一封情诗，看来不当不照。来呀，要与我张嘴。是。这都是姑姑之出的旨意呀！他看中你家小姐就情不正话，恨在心，命我推到小姐的婢女中，他写情诗一封。命我将婢女走进时，对在小姐的心房之中，有一辆王公子快点好，才这对夫妻，这都是姑公子的旨意，老身无关，大人娘命，大人娘命啊！来呀，取我明天将神妹夫带到县衙审问，不得有误。秀英。
孙子却做了王家草，为吾心中四道家。老夫大人，我为子亲生女儿报不牢，我儿实与丈母断，no，我儿老心虚，一旦跑，一旦跑。儿郎，三与李炳二父子倒也罢了，倘遇不测，为母定要与你伸冤报仇。听家公。儿郎，看你平正这样，为吾正放心得下。另外是在为吾委屈吧？徐大哥，丞相，老爷快陪同小姐回家。娘子来呀，有当头为夫。徐大哥，小姑娘，大哥，小姑娘，大哥，小姑娘，哎呀，小姑娘，小姑娘，大公啊！母亲都把侬气死嘞！母亲，母亲，娘啊，不要侬害嘞！母亲，孩儿自裁了。侬自在啦！从前的辰光，我王门侬弄不下，四门侬弄不高，今朝一问人家把侬弄得来七颠八倒，弄到来讨要债，来不及债。母亲，孩儿好悔呀！遇得回来。教训，今做了不敬不义人，娘啊娘，修行杀于长无端啊，你叫孩儿真做神，外望母亲来做。从今后，娘的言语我句句听。那么侬从今日后听娘的闲话了咯？是，是嘞，谢母亲。哎。阿玲啊，今年是大比之年，你赶快上京去取功名，才取得一官半职回来，才有我面前拜个礼，希望都让面前认个错，这样子夫妻还可么？做娘的叫侬上京去吧，孩儿遵命。好，赶快整定着，马上动身啊！那做啥啦？母亲，你呀，治病中，万望母亲好好照看。这桩事情啊，用不着侬操心哦，快去快去快去哦！唉，这桩事情完全怪俺阿丽，还是怪不得个啦。
父岳母，二位亲家前半是我儿不孝得罪了二位大人，今日难为他功名成就，况在我二老文昌，情不胜其。两位亲家，也许已是回顾过去之事嘛，也许算了。哎呀呀呀！两位亲家，今朝我阿玲与观主，一来托亲家之福，二来托媳妇大娘之福。这是新家母的福气好，这是他家之福，他家之福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云今朝中状元，大本救命谁梦圆？今两家成长堂上书，为什不见娘子女在家？外貌母亲去问根亲家母啊，为啥不见俺媳妇大娘啊？等我唤他出堂。丞相，请小姐出堂。是，与请小姐来了。公婆的娘，就怕了。那帮宽恕娘，我替娘子心欢喜，娘子见我生如鸡。对对非我落叶起，但见他悲草东。堂上大神
想我有秀英山八股天地尚未成孤立哩，他嘛还是为千金小姐哩，我嘛立刻称她一声小姐才是。啊，小姐，这下有理了。啊呀！我真糊涂啊！像我女人竟是这种头名状元，她不是状元夫人吗？我嘛立刻称她一声夫人才是。啊，夫人，下官这厢有礼了。夫人，我的夫人。传奇出了江湖外，且听你泪相传。当初凝聚你当我夫。本是新婚恋儿情良缘，不知为朋友说几夜里，家上群书推若在，诚心常在我夫妻，爱得你我化作之言不断缘。托起从他路，他用尽心机往来，是君子眉不下有文有诗，我与你夫妻从此再团圆。去报光，你不要多言多语多相劝，害得我多思多想多心酸，怪爹娘错些错许错配人，配了你这个负心不义负心怀。一生好声好气好缘分啊，你却是恶言恶语恶得快，你不给不生不想不离的财，你为什么满手满心爱牛郎穿？我自贫受苦受难受到今，害得我是可爹可娘可伤光。既然你是他父他归的大上元，你谁给起个美的眉毛是白帅，痛快痛得上水帅，压抑的两腿软，千万委屈想将他一点不肯违心转。
啊？起来，喜岳母站在一边，须臾儿郎，你莫急先生，莫急怨，且听为母言相传。先番玉林为叫你，难为他今日神错为心转。你看他龙门高挑，挥手平地成来我心喜欢。你须该与他夫妻从来远，承受王恩及凤冠。家生弟弟听人言，经过历史路家风之事你不晓得，娘亲跟前去问问那时他定下大婚配，妻得弟弟官上官，此情此景非言的你，还为替他来送官。要送红官的司机送，急于不急官。岳母，女儿总听娘的劝，娘去劝她总会心转。伤心恨去岳母。常愿归地为那官，大神公去，小神外号岳母去送官。喜岳母，站到那一边，秀英儿郎母亲，言儿女儿听娘劝，娘子女儿心酸，要怪奴才顾文玉，他传统没不起无端，嫌犯虽可尽富贵，女儿呀，你快进凤冠把呀背上来。母亲听娘难得母亲来相劝，女儿离开金凤冠，死而不孝为母命。娘啊娘，难道你嫌犯此事都放还？可记得满月之前为娘家，他比我谁叫儿去谁叫转。可记得娘亲你那时到王家，他尽管岳母不叫大母还。可记
记得，大人你娘亲要将儿打，虚弱的女儿是无地钻，我受过虐龄多少气啊，娘啊娘，难道你一点不记缘？并非女儿心肠只是不要娘多爱，她是个我人不儿不爱，怪她不长远。哪去？小六，有母之言气不平，披上心肠全过妆。只叫我临死好。万句堂上两年忙，弟弟从前儿离不开，回家修营我的乖，使君他不肯接风乖，拜望弟弟去向劝啊。小畜生，年少无知，少无端，光走云长和苏卷，在家不听娘教训，演得媳妇受了冤，为母不知家中事。弟弟要劝劝你娘去劝母亲啥？娘子不肯听不惯，害怕母亲先去劝。阿玲啊，媳妇都娘伊拉爷娘爱我都不听，阿不爱我，阿不会听我做娘个福气高美。母亲相劝，娘子一定会听的。福气，你当真不去？个福气么是个福气哦，去吧。母亲不肯去相劝，我主张愿意望算，就算一生碰见他。哎呀，你要做啥？我只有一三宝两心肠。母亲，搿么让我去倒倒霉困。母亲，缠得远点。嘿嘿嘿嘿嘿，嘿嘿嘿嘿嘿，嘿嘿嘿嘿哈哈哈哈哈哈！媳妇度娘，我的心肝宝贝啊！娘子，母亲的话你可要听那搿么侬自家来说。叫上媳妇女儿给娘，新姑娘还要宝贝娘，阿里输给水新娘，新姑娘侬输给水白娘，水新水白都是娘。
演得媳妇来听阿里从前是太快龙，那为一今朝陪在是来神州，农活一陪到东哎呀陪到西，家苦为的是红啊。媳妇弄算法不离，一时长远不主要去红长住，该做主角也是帮人，一两媳妇去好进拉姑，心中苦的几梦过，要命夫人与老公走。何必苦苦相劝我？夫妻不是监狱，逼我是不明不白受折磨，折磨的媳妇算从平安，幸亏你伯伯痛我。伯伯啊，我不愿与他夫妻活，只好辜负你老婆啊！不，去是一辆方程的拉布，夫一度来了两年多，千处万处是阿玲处，不能中。媳妇常分肯夫妻护，害得我不要命难做。竹林玉山真要他领，王家玉带要断相顾。岂不是一场欢喜是一场空？我养什么儿子还做什么婆？媳妇啊，侬马个神经接不不？夫妻中关情啊谁？哎呀，媳妇姑娘，我不愿与他夫妻活，媳妇呀，一路不好。肯夫妻护，寡林是从前因为太恶毒，终于为难男生啊！哎呀，媳妇姑娘啊！哎呀，亲家公啊，那干嘛亲家公啊？哎呀，罗呀，阿玲啊，母亲。阿玲啊，侬怎样不起哄呢？自非侬唐月为的屈人啊！母亲，儿是天子门生，万岁御笔亲批的辛苦长卷，怎能像娘子相会？阿玲啊，这个天子门生的辛苦长月，连老婆都认不着这。哎呀，快起呀！我去起呀！哎呀，起呀！起呀！起呀！媳妇姑娘，怎么要陪儿三千岁？来到我的酒宴去。
见。